这都是真的，全是真的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他偶尔的恍惚，偶尔的愁容，是为谁而起的。皇上，他从来没有那种眼神看过我，从来没有。你又何尝拿这种眼神看过我呢？我对你是不同的，咱们是结发夫妻，情也是有很多种的。话倒是不错，情有很多种。皇上能说玉儿待你是无情的吗？可他从来就没给过我想要的那种情啊。他不在意名位，他不在意赏赐，他甚至不在意我的恩宠。原来他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他辜负我。皇上别忘了，当初是你一定要他的，他跟多尔衮是早年的事，他不算辜负你哦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我对他，玉儿对你也好得无话可说。如果他不在意你，他能做到这种地步吗？哲哲，在他的心底深处，就有那么一个角落，他不属于我，是我进不去的。是我说一句话，就算你是皇上，富有四海，但是你也总有征服不了的地方。比方说，人的心。不，既然她嫁给了我，她的心、她的人都应该屬於我。我不明白，你為什麼對玉兒總是那麼苛求？我真的不明白。不錯，有些地方是我征服不了的。玉兒的心，甚至我自己的心。你是誰？我是玉兒。你是誰？我是莊妃。我不要這個答案，告訴我，你是誰？我只是個女人。你這輩子是福是禍，就看你能不能想清楚，你究竟是誰。說得明白一點，就是你得想清楚，你是誰的女人。來人，掌聲！皇上，夜深了，上永福宮去歇着吧。我還不累呢。夠了，不許你再跟玉兒賭氣了。什麼？皇上好一陣子沒上永福宮了，不是在跟玉兒賭氣，那是什麼？怎麼？他吃醋了？他跟你抱怨了？就知道你在毆他。他雖沒說什麼，但心裡不好受，還瞞得了誰？得了，宰相肚裡能撐船，何況你是皇上？你多大，他多大？一個大男人跟一個小女人計較個沒完，不好笑嗎？你不懂。好，我不懂。你自己在玩什麼花樣，就你自己懂。
不過我得告訴你，吴克善带着族人从科尔沁远道来省亲，很快就要到了。如果你再不给月儿面子，传出去啊，太叫他为难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我有我的打算。你又有什么打算呢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就算我是皇上，也有很多我征服不了的地方，比方说人的心。我也告诉你，我会征服月儿，我会征服多尔衮，我会征服所有人。大汗吉祥，奴才給大汗請安。怎麼回事啊？這兒鴉眉雀盡的。今天天氣好，格格帶他們去花園裡逛去了。你們家格格心情還蠻好的嘛。不能哭，那就只能笑嘍。花儿啊，你为什么要開得那麼好呢？你不知道，有人會傷心的。反正春天是注定要過去的，你們還不如隨我到塵土裡去吧。別怕，告訴我你是誰啊？格格，皇上吉祥。慌慌張張的找哪家格格啊？回皇上的話，就是莊妃娘娘的姐姐蘭格格呀。這回跟着吳克善小輩了，從科爾沁來省親的。皇后安排她住永福宮，娘娘派我伺候格格。哦，這我倒不知道。皇上，您不是好一陣子沒來了嗎？一陣子沒見你，是不是瘦了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哪會瘦呢？這麼久沒來，沒生我的氣？皇上日理萬機，抽不出閒工夫來，我哪會生氣呀？還是不服輸？你等着瞧。對了，皇上還沒見過我姐姐呢，她老躲在屋子裡，多半是怕見生人。看來我還得親自去請呢。不用勉強，見她的日子還多着呢。哎，她要是身體真是不舒服，快去請御醫。人家是客，別怠慢了。嗯。皇上放心，我明白。皇上要走，只要你開口，我就留下來。多少軍國大事，等着皇上去裁奪。玉兒哪敢硬留着皇上？還是那麼拗。你等着瞧。格格，您這是何必呢？皇上存心冷一冷格格，其實啊，只是想讓您低個頭，說兩句好話。他要是好好待我，我自然敬他順他。可用這種方法，
我是個人，又不是個沒有自尊的玩物。聽說皇上今兒個終於上永福宮了。是啊，我過去坐了一會兒。還賭氣呢？賭氣？我倒沒有，仿佛是他呀。早就跟你說了，玉兒是有主張、有見識的，她是不會任人戲弄摆布的。你诚心冷落她這麼久，她能不寒心嗎？就算是個泥人，也有個土性。行了行了，我明白，不就是逗逗她吗？我呀，倒是要看看她什麼時候才肯跟我低頭。皇上，那些小兒女的陈年舊事，你就別再往心裡擱了。你是說玉兒跟多爾衮的事兒？哎，我啊，才没那麼死心眼儿呢。玉兒嘛，我是舍不得她。我也想過了，多爾衮嘛，目前朝廷制度初建，我還用得上他。都親兄弟，還說什麼用不用的？好了，不談這個了。对了，他有個姐姐住永福宮。皇上介紹海蘭珠了。哦，她叫海蘭珠。嗨，我那侄女兒啊，当年嫁給察哈爾的一個貝勒，聽說她丈夫對她很壞，動不動就又打又罵的，好好的一朵鮮花被折磨得那麼憔悴。父王也後悔極了。那年咱們征察哈爾，海蘭珠的丈夫墜馬死了，吴克善就把他的妹妹接回科爾沁住着了。這聽起來也是怪可憐的，難怪她怯生生的，不愛說話，也不敢見人呢。海蘭珠的容貌雖然比不上玉兒，卻也算是頭挑人才了。哎，如今哪位王爺貝勒又想娶側福晉，倒不如讓我來做這個媒。這回可要挑好了，可不能讓他再受委屈。皇上恕罪。哎，我還以為是玉兒呢，你何罪之有啊？對不住啊，讓你嚇着了。皇上，莊妃娘娘她不在這兒。玉兒不是你妹妹嗎？怎麼一口一個莊妃娘娘？言辭這麼謹慎，豈不更顯得生分嗎？是，皇上恕罪。又是恕罪，哪來那麼多罪好恕的？慧根没領着你在宮裡四處去逛逛去？這兒很好，很安靜的，我很喜歡這兒。我不太習慣跟人家說話。在這永福宮裡，如果缺什麼，儘管跟你姑姑說，別委屈了自個兒啊。玉兒年紀輕，有什麼疏忽的地方，多擔待擔待啊。莊妃娘娘照顧得很周到，待我極好的。今兒怎麼有雅興來賞花了？皇上，我哪懂賞什麼花呀？我只是偶爾感觸罷了。什麼感觸啊？人就像花一樣，開始最盛，但容易就謝，容易就凋。花凋謝了，明年還會再開呀。是啊，年復一年，花開花落。你真那麼喜歡花？聖經的天氣好，花也開得漂亮，不像在科爾沁。你在這待久了，
40的鮮花，夠你賞個盡的。慧哥，皇后他们呢？哦，就在前头。格格，奴才领您过去。哦。慧哥，慧哥，慧哥。皇上，跟了皇上这么久，从未见过皇上这么有闲情逸致，竟然出来赏花。赏花，赏人吧。慧哥，那位究竟是哪一宫的妃子啊？她不是什么妃子，不过依我看也快。你出来散散步，我出来透透气儿，这也是理所当然，用不着耿耿于怀。可是这样避着人，你不知道，当了皇帝也有烦恼，动不动都是大队人马跟着，玩的也不尽兴啊。自个儿一个人出来偷偷闲儿，玩的比较尽兴。皇上是可以的，可是我要是被人家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啊？出来逛一逛，别担心啊。凡事有我，别怕。凡事有我，别怕。皇上，别这样！格格，奴才既然伺候了您，就一心一意为您着想。皇上对别人可是从来没有费过這樣的心思，就憑這，您將來的日子可有的風光了。在這個世界上，你要是不為自己打算，誰還會為您打算呢？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那才傻呢。皇上吉祥。庄妃娘娘不在。真曉得。格格有沒有說什麼？格格沒說什麼。不過奴才的勸她倒是聽進去了，默默的一直在想。我瞧啊，格格對皇上也是。御醫說，雖然得的只是外體風寒，但是還是得好好調理呀。這個是從吉林上貢來的貝母，止咳潤肺是最有效果的了。照着藥方子，好好燉給格格吃。奴才遵命。格格人呢？回皇上的話，格格方才歇下了，要不要奴才去換？不用，讓他好生歇着。朕先回去了。恭送皇上。皇上，不是正歇着嗎？怎麼起來了？如果皇上有空，請坐一會兒，喝杯茶吧。皇上，我沏的茶不好，
請多包涵。好了，别老说自己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的，听了让人心疼啊。多謝皇上關懷。關懷你也是應該的。算起來，咱們還是至親呢。皇上，請用茶。別怕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疼了吧？從來沒有人對我這麼好。還亂說！皇上。以後讓我保護你。不，皇上，我已經嫁過人了，不值得皇上憐惜。我偏要憐惜你，偏要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麼啊？蘇沫兒，過來啊！啊！別怪你姐姐，是我，要吵要鬧，衝着我來吧。奴才恭喜皇上。奴才只求皇上能給奴才的姐姐一個名分。當然，我早已經做了安排。我不但要給她一個名分，而且會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名分。多謝皇上恩典。姐姐，大喜啊！鬼丫頭，準是他暗地裡搗的鬼，不安分的東西。別爭了，有什麼意義呢？格格，你怎麼無動於衷啊？非但不生氣，還幫他去討什麼名分，連我都被您氣死了。那我要怎麼樣？難道跟皇上哭哭啼啼、吵吵鬧鬧？您沒看到皇上的神情嗎？就是要讓您啊跟他哭哭啼啼、爭執吵鬧。別說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更何況她是我的親姐姐。她躺在皇上懷裡的時候，可沒想到您是她的親妹妹。格格，我就不相信您真的是無動於衷，不然的話，您幹嘛逼到這兒來呢？這兒好，清靜。好，這下可好了。東面的空着的那一宮啊，多少妃子削尖了腦袋想往裡鑽，結果呢，蘭格格只是客，來了沒幾天，居然成了高高在上的一宮之主。虧得您對他這麼好，他居然忘恩負義，什麼玩意兒？瞧你說的，過去他與我沒有什麼恩，將來也不會有什麼仇。將來的事兒可難說了。真是的，皇上為什麼會喜歡他呢？
男人的心思啊，真是搞不懂。玉儿，他自称奴才，一口一声的奴才，他是存心要与我生分了。皇上心里有数，到底是谁先疏远谁的？我只是刻意的冷一冷他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想，我对他有多好。没有我，他行不行？皇上，你这是在自寻烦恼。玉儿我太清楚了，她嫁了你就会认命的。认命？如果他跟着我只是因为认命，这种感情我不要。我皇太极岂能受人施舍？你的心啊，太叫人难懂。如今海兰州又搅进来，这事情就更麻煩了。我原先只是想看看玉儿，她会不会争宠，她是不是真的在乎我？什么？你不喜歡海蘭州，只是在利用她？不，我喜歡她，我憐惜她，但是我对玉兒是不同的。没錯，是不同的。所以你要格外多給玉兒一點難看。玉兒她這麼聰明，她應該知道，我這麼做是因為愛她。愛？有這種愛法的嗎？就像狸貓捉老鼠，等逗弄個夠，就洋洋得意的一口把它給吃了。你想想，玉兒是在服侍你，相助你，她又不是在跟你爭天下，需要這樣跟她勾心鬥角的嗎？可是，她是女人，她又是個妃子，她明明知道我的心意，為什麼還能這樣子跟我賭氣呢？她原本就該像你一樣，全心的依着我，順着我。難道玉兒，她還不夠逆來順受的嗎？算了，你去陪陪海蘭州。既然錯了，就讓他錯到底吧。皇上吉祥！快別這樣，快別這樣！這日久天長的，動輒行此大禮，豈不累壞了？日久天長。我知道你在想什麼。是不是又多愁善感了？日久天長，咱們始終在一塊兒。我要給這個咱們將長相廝守的地兒取個特別一點的名字，什麼延慶宮、臨止宮、永福宮，太呆板。它得美的配得上你。海蘭說：“我想叫你來呢，
這名字就屬於我。這個宮的名字有了，我要賜給這個地兒名叫關雎宮。我還要賜給你比貴妃更尊貴的一個名位——宸妃。这个月已经第3回了，早晨的请安都迟到晚来，莫非仗着皇上的宠爱得意忘形，诚心在我面前摆谱？姑姑不要多心，姐姐不是这种人。咱们的凡事往好处想，只希望他也。姐姐，给姑姑请安，请姑姑饶恕迟误之罪。姐姐，精神可好？姐姐向来有个弱症，只要有一点响动，晚上就无法安睡，想必昨天晚上也是如此，所以这才来迟了。是啊，起来吧。謝姑姑。我瞧你紅光滿面的，想來身子倒比從前好多了。果然是人逢喜事兒啊，連神氣模樣都不同了。皇上吉祥，皇上下朝了。慧哥，你们家主子怎么了？早晨从皇后那儿请安回来，就心里不自在。怎么回事？主子不肯说，不过八成是为了今儿又起晚了的事儿。皇上吉祥。听说今儿早上海兰珠来请安，遲了點兒。感情皇上是興師問罪來的。那倒也不是。我正要說啊，然而他進宮不久，不懂規矩，你是應該對他要格外嚴着一些。哼，他是皇上心坎上的人，我怎麼敢呢？這麼說就賭氣了。這麼多年，我何時跟你賭過氣啊？還不是凡事都為你着想。瞧這個把月來，皇上除了關雎宮之外，沒去過別的地方，這樣不太好吧？當時我寵玉兒的時候，也沒生過什麼事兒啊。後宮有你，我一直都放心得很呢。不是我的緣故，是玉兒自己懂事。你忘了，在她最得寵的時候，還不時常催着你去別的妃子那兒。也許她壓根兒就不希望我留下來。這話才叫賭氣呢。平心而論，要說做人，海蘭珠比不上玉兒。玉兒就是太聰明，太會做人了。反倒顯得海蘭珠天真坦誠，沒有心機。玉兒說的很是，喜歡的時候讚美她聰明，不喜歡的時候又嫌她太過聰明。當時怎麼做，如今都是錯。皇上，你是念舊的人，為什麼偏偏就嫌棄玉兒呢？沒有，我並沒有。我冷眼瞧着，原本皇上對海蘭珠只有5分真心，如今倒成了10分入迷。是我好奇問問，皇上是先不愛玉兒才愛的海蘭珠，
還是先愛上海蘭珠，才不愛的玉兒？我不知道，仿佛又都不是。奴才請罪，打擾皇上。是陈妃娘娘，她心口又犯疼了，皇上要不要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去吧，我也发了。贵妃娘娘难得大驾光临，我们家娘娘等着呢，里边请。哎，这位姑娘套挺机灵的，来，让我瞧瞧。哎呀，这不好啊！无缘无故的，哪能受娘娘的赏呢？别作声，让别人瞧见了，反倒不好了。我乐意赏你，你就收下吧。打什麼緊啊？謝娘娘。這宮裡的規矩，我也不懂，有什麼失禮之處，貴妃姐姐您別見怪啊。你叫我姐姐，我可不敢當啊。你的位分比我還高呢。啊，貴妃姐姐，可別這麼說。我也不知道皇上是怎麼，反正都是意外。意外驚喜吧。嗨，我這個人吶，性子直，又愛開玩笑，別見怪啊。我看這樣吧，咱們吶也甭客氣。既然我虛長了你幾歲，姐姐這兩個字兒啊，我就當仁不讓了。啊，就是這樣才好嘛。妹妹呀，沒有和你相處啊，我是一點都不知道。原來你一點架子都沒有，又這麼可親。不過這宮裡呀，是什麼樣的人都有，很難應付喲。是啊，像我們家娘娘這溫柔靦腆的性子，我還真擔心她會吃虧呢。好在皇後和莊妃娘娘又是您的至親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我呀，也真是多慮了。按理說是應該這樣的，可是我怕他們心裡有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這宮裡的規矩，我可是不懂。即便如此，也沒有什麼可怕的。只要皇上對你好，我看沒有人為難你。不過，這男人吶，都一樣，千方百計的把女人弄到手啊，等這個新鮮勁兒一過，還不是撂在腦後頭。哎呀，妹妹，皇上是不會這樣對你的，我也只是這樣隨便說說而已。我對皇上可是一片真心，萬一哪天皇上厭倦了我，我也只好認命了。你瞧，我又多嘴了不是？貴妃娘娘是關心您，您這樣，人家心裡會過意不去的。就是嘛，姐姐以後啊，再也不敢隨口瞎說了。啊，姐姐，你可別這麼說，我是知道好歹的，我知道你是為我好，以後要請你出主意的時間還多着呢。那還用說嗎？誰叫咱們這麼投緣？我要是不幫你，還能幫誰呀？貴妃娘娘慢走。又要出去？最近呢，姨媽和陈妃的交情好得不得了呢。她叫人常常讓我進宮去，一塊到關雎宮啊，熱鬧熱鬧。她要你去，你就去啊。哎，那我又為什麼不去啊？哎，你知道嗎？陳妃呀，如今都26了，而且還是再嫁呢，竟然能把皇上迷成這樣，她真是夠有本事啊。
而且听说呀，最近在皇上心里啊，连皇后和庄妃都靠后了呢。胡说！谁越得过四嫂？你听这些势利小人乱嚼舌根。你知道吗？在皇上心里啊，陈妃如今是大红人呐。她说一句话呀，顶得别人说上10句。我去应酬她呀，其實也蠻辛苦的呢。那人家還不是為了你？我的一切是我在戰場上一刀一槍打下來的，不需要你操心，更不用你去巴結陳妃。哎，人人都去巴結，我不去巴結怎麼行？人人都去跳河，你怎麼去？我只不過是去聊聊天，值得你發這麼大火嗎？我也只不過勸你不要趨炎附勢。陳妃又沒有得罪過你，她得勢，你好像不高興哎。有人得勢就有人失勢，你要想想人家的心情，不要莫名其妙替我得罪人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替他後來者居上，委屈了你的心上人是吧？你敢胡說八道！哎，皇上不理他，不正合你意嗎？難不成你希望皇上天天睡在他身邊？老天爺好公平哎！如今讓他也落得跟我一樣，嘗嘗被丈夫冷落的滋味，到底好受不好受？哼！势利鬼！从前沒事兒就約了來串門，鬧得咱不安寧。如今啊，卻都屁顛屁顛的，成天往關雎宮跑，這樣不就安寧了？這太安寧啊，又嫌太冷清了。不要說人家勢利，這都是人之常情了。格格，我能不能拜託您像個活人一樣？活人會哭會生氣，可您呢？您為什麼這麼自暴自棄，寧可當死人呢？格格，我真的很擔心您。我知道您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情緒，可背着人的時候，求求您能不能別壓抑，好歹也哭一場，生會兒氣，罵幾句吧。問題是，那樣有用嗎？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要是再整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小心我把你腦袋給摘了。皇上，哎呀，我好難受，渾身不舒服，我一定病得不輕吧？別怕，蘭兒，我在呢，別怕啊，別怕。回皇上的話，不是病，是喜。真的。奴才有把握，喜脈已十分明顯。怎麼有自己的孩子了？娘娘身體孱弱，千萬不要過於激動啊！這話什麼意思？這奴才，快說呀你！我聽說陳妃娘娘有喜了。這會兒啊，宮裡上上下下恐怕都傳遍了。那很好啊。好什麼好啊？如果她要是生了一個皇子，那眼睛還不長到額頭上去了。那是她的造化。皇上，你開心嗎？當然。蘭兒，御醫說你身子可不好，如果生了，可能會有危險。我不怕，
我要一个我们俩的孩子。兰儿，得失心不要太重。要是有个什么万一，我宁可不要孩子，我也要你安然无恙。不，皇上，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，一定要生下来，哪怕我得为他死。不许你这么说。放心吧，天神会保佑我们孩子的。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了。额娘，额娘，我真的好难受，我好难受。额娘，我跟了侧福晋这些年，从来没见他这样过呀。平时他连大声说话都不肯的呀。纵使他再好强的人，终究还是撑不住了。真是的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病得这么重？真是不明白。我明白，他不能哭，不能生气，不能争强，也不能好胜，不能怨天，也不能尤人，什么都不能，就只能生病。玉儿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飞鹰一般的自由？为什么我们要分别被囚在两个不同的笼子里，连彼此互相安慰的机会都没有？为什么我们不得自由呢？玉儿。王大军，为什么你抢走玉儿又不好好对待她？我永远不会原諒你。连被褥都汗湿了，这就对了。汗啊，要出得透，烧才会退。格格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预备了清粥酱菜。不急，你也辛苦了。来，陪我躺躺。那怎么行呢？我病着呢，陪陪我。秀沫儿，我真想有个孩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孤单绝望过。这世上没有真正属于我的人。我怕是病晕了，不可能的事，想他做什么？娘娘万安，奴才再开一帖安胎药，请娘娘按时服下。你可得慎重啊！要是能保得娘娘母子平安的话，朕自然不负你。臣绝对不敢不尽心。跪安吧。臣告退。皇上，你千万别离开我，千万别离开我。放心，别怕，不会的。咱们这孩子是福大命大，绝不会有事儿的啊！
不会。这边。好了。格格，我又想到一个好主意呀，你又来，啰嗦了好几个月，你就不嫌烦啊？不烦。您想想啊，陈妃娘娘一直霸着皇上，皇上哪宫都去不了。如今她有了身孕，那可是机不可失啊。我啊，会想个法子把皇上引到咱们这儿来。您可得把握机会，一定啊要生个阿哥。可以前会没有呀，格格，那说不定啊是时机未到呢，说不定机缘凑巧，天神会赐给您一个阿哥。咱们总得尽人事，才能听天命吧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快半年了，天天琢磨这件事儿啊。你忘了，咱们呀，还是过咱们的清静日子吧。好。这海兰珠啊，身子原本就虚弱，我是担心，到了她分娩的时候，她身子实在会吃不消。可是，在这整座宫里，我把她托付给谁，我都不放心了。皇上，请放心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坐镇关雎宫的。好有意思。没规矩。皇上皇后吉祥。皇上皇后恕罪。起来说吧。方才在永福宫，不知道苏沫儿从哪儿弄来一套汉人的衣裳，咱们开玩笑，压着庄妃娘娘硬要打扮她，庄妃娘娘拗不过咱們，就扮成了汉人的女子，可出奇的漂亮呢。夠了吧？還玩啊？要扮就扮全套嘛。瞧，格格生得多美啊，怎么打扮都好看。我那汉军旗的小妹妹說呀，這是如今江南最時興的裝束呢。我在唐詩裡頭讀到過什麼“裙脫六幅湘江水，雲鬢花顏驚動搖”，描寫的真美啊！我還在想啊，這麼裝扮起來會是個什麼模樣？沒想到，就像畫上的美人一樣。皇上吉祥。皇上恕罪，這都是奴才的主意，跟他們沒有關係。奴才該死，奴才只是一時好奇。我也是一時好奇，聽說宮裡來了位漢人美女，特意過來瞧瞧。笑什麼？還不快倒茶？還不倒茶？是。旗裝嘛，顯得華貴；漢裝顯得柔美飄逸，仿佛更適合女人，是吧？是，可不是嗎？瞧這輕紗軟緞的，可真是羨煞人了。皇上，等不久的將來，您拿下了中原的花花江山，這麼好看的衣料，可真是穿都穿不完了。傻丫頭，拿下中原的花花江山，就為了幾件漂亮衣裳？好處可多了。等皇上拿下中原的花花江山，穿這樣服裝的漢人美女，您就可以賞之不盡了。聽聽你們家格格說的，這話裡是不是帶點醋味兒？格格啊，根本就是個醋罈子，可人家還以為他是白涼水呢。是嗎？素沫兒，你再胡說，我可不輕饒你。喲，白涼水這麼一下就燒滾了。行了，你等換一身利落一點的衣服再打他啊！你個貧嘴的丫頭，罵得好，也不知道是哪個主子調教出來的。
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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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再不走，连我可都救不了你了啊！谢皇上救命之恩，你给我回来！玉，连这个名字都像是个汉人美女的名字。这衣服究竟有几层？到底怎么把它解开？皇上，连汉人的衣裳怎么解都不知道，还怎么征服汉人的天下呀？你敢嘲笑我？奴才不敢。征服者，任何人能挡得住我？皇上，皇上，您上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娘娘心里不自在，把药都给砸了。真的？我去看看。还好吧？怎么哭得这么惨？生孩子嘛，皇上，你还是回去歇着吧，别在这儿添乱了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不行，雪芳不小，你要3天不能进去的。皇上，皇上，兰儿，兰儿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別怕。皇上，我要死了！你撐着點啊！你看看這怎麼辦？我得進去看看去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別大驚小怪的，這每個女人生孩子啊，都等於上鬼門關前打個轉。快了，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生了。哎呀，生了，皇上，生了。怎麼回事？娘娘怎麼沒聲了？剛生完孩子，她一點力氣都沒有了。你就是想讓她喊，她都喊不出來呀。裡頭人是怎麼了？不會出來報個信兒啊？皇上，這裡面要料理的事很多，這些事你都是不懂的。皇上大喜，娘娘生了位小阿哥。他人怎麼樣？娘娘怎麼了？娘娘很好，母子均安。有了咱們的孩子了。哦，也就可了。哦，行啊！你看那鼻子，你看像你。還沒滿月就長得這麼壯，而且你看看，方頭大耳的，長得就是一副好模樣。皇上，你不是已經有7位阿哥了嗎？怎麼興奮的，好像還是頭生子一樣的，是不是啊？這可是咱們倆的兒子啊，他們怎麼好比呢？皇上，您還沒給8阿哥取名呢。是的，如今大清國穩定強盛，咱兒子有福啊，來的正是時候。待我仔細的想想，可得給他起個大吉大利的好名字呀。皇上，你可別太疼他了，你為了他已經答應賓客了好幾回了，我怕人家說我，說不定已經在議論了呢。誰敢議論你？我畢竟不是正宮啊。反正你不要太疼8阿哥了，
我怕他人小福薄，经不起啊。哪来的这种话？谁敢说我最心爱的孩子人小福薄？你看着，我就偏要疼他，偏要抬举他。别这样，皇上。兰儿，你放心，将来我这把龙椅少不得有咱们的儿子坐上。皇上，君无戏。多谢皇上恩典。傻兰儿，傻兰儿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朕今天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蒙天眷，关雎公陈妃诞育皇嗣，乃我大清之福也。盖陈妃天生聪颖，皇子将秉承血脉，必有一代之心，必垂一代之始，则我国运必将昌盛，万事必将太平。皇嗣之誕生，实乃千秋万世之幸也。今逢此大喜大樂之際，我大清子民以興榮焉，故上至王公大臣，下啟平民百姓，皆須抱一體之心，同心同德，共享歡樂。今為紀念天生我人必有續念，特令刑部大赦天下，以宣我朝仁者為懷之善意也。钦此。这八阿哥出生還沒有滿月，皇上就立他為皇太子了。您別擔心，倘若八阿哥立為皇太子，終究還是咱們科爾沁旗的光榮。這雖說是喜事，我怎麼覺得像是大費吉兆？哼，阿瑪，這太沒有道理了吧？我們為了皇上出生入死，南征北剿，稍有差池，便定罪依法。哼，如今卻為了一個毛娃子，他竟敢首破先烈，頒旨大赦天下。像這樣女子親手足，這太有窩囊氣了。上一次我為了避鬥，沒有送多爾袞哥哥出征，他就大發雷霆，罵我重女色輕手足。看看，到底是誰重女色輕手足啊？多多，今天是來給代善哥哥暖壽的，不要發牢騷。愛怎麼做是皇上的事情，我們管不着。皇上愛寵愛誰，那是皇上的事。不過說到立誰為皇太子，那就是整個大清國的事了。如果是中宮皇後的嫡子，我也無話可說。一個剛生下來的毛娃子，鹹魚好歹還不知呢，就要施以傳位給他，憑什麼？憑什麼？就因為他是關雎公那位生的？哼，我頭一個不服。大哥，我們一起敬大哥壽比南山。14弟啊，大哥老了，英雄出少年嘛。今後是你們大展長才的日子了。我的子孫雖多，這兩個最孝敬我，也最沉不住氣呀。將來我就把他們托付給你了。我最願意跟14叔打仗，打得痛快。大哥您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他們的。代善哥哥，四哥當年的漢魏是您率先擁立的。哥哥，您心裡究竟有沒有後悔過？
善哥哥人倒是好人，可就是没活明白。看他这个懦弱的样子，活该把皇太极气。代善哥哥老了，看在子孙的前程上，只好忍气吞声，为了就是要明哲保身。哼，代善哥哥毕竟是族长的地位，子孙多是说实话，还掌握着骁龙戟。如果我们能拉拢到他，对我们以后一定有帮助。你总算开窍了，记住，打仗夺权不能光会硬碰硬，要用你的脑子。哥，今天我给你挎刀，唱的这出红脸白脸还不错吧？你看你，还3句话不离戏。记不记得上回你一时兴起粉墨登场，被皇上罚的还不怕吗？哼，怕！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知道什麼叫做怕！哈哈哈哈！驾！海蘭珠這個癆病鬼、死妖精，老天爺不長眼，怎麼讓他一舉得了難？我咒他這……是，行了，您就別囉嗦了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這樣，您去皇後那兒探探口氣兒，如果她對這事兒也不滿的話，出面說一句話，連皇阿瑪也得讓她3分。那我怎麼開口啊？我教你。大赦天下是積福，哪有折福的道理啊？你說話可得留點神啊！這不是我說的，我也是聽來的。只是大家都認為，只有中宮皇後的嫡子才夠得上這個分量。唉，可惜呢，我這個中宮皇後啊，就是生不出兒子來。照說，皇上寵誰，沒人管得着。可是，也不能太過分，總得有個人去勸勸皇上才行啊。那依你看，該誰去勸呢？自然是皇後您去勸吶，絕不能讓皇上就這麼稀里糊塗的立了8個。得了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呢也別太多慮了。豪格是皇上的長子，他自然會心疼他。在小一輩裡啊，只有豪格和索托才封了親王。這不是皇上看重他的表示嗎？是，我明白。明白了就不要東想西想，庸人自擾的。是。皇后吉祥，皇後吉祥。蘇沫兒，學了什麼手藝，又來獻寶嗎？這個呀，是他用新法做的奶酪，給皇后嘗嘗。那好，來，咱們一塊兒嘗嘗吧。是，多謝皇后好意，只是這2天我正鬧肚子，吃不得這些，還是先告退。也好，那你回去吧，自個兒當心身子。是。八成是腸子裡冒酸水，這才鬧的肚子。其實他說的並不錯，皇上這事兒啊，做的確實不妥。只是他也沒存着什麼好心眼兒。我得給他一個釘子碰，免得他又惹是生非的。姑姑說的是。怎麼了？身子不爽了？格格，告訴皇後吧。怎麼回事？回皇後的話，咱們格格怕是有身孕了。玉兒，是真的嗎？傻子，能聽見什麼啊？我聽見小阿哥叫您額娘，叫我嬤嬤。說不定是個女娃娃呢。不，一定是位阿哥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他跟我說啊，我是位小阿哥。奴才把御醫送到清寧宮了，皇後關心得很，問長問短。等皇後稟明皇上，皇上啊，一定笑得合不攏嘴。他是我的命啊，我的心肝兒，我的寶貝兒。不過妹妹啊，偶爾你得把眼睛抬起來，四處瞧瞧，省得人家氣到你的頭上，你還不知道是為了什麼。他莊妃有本事暗中懷上龍種，他也有本事暗中把皇上給搶了去。貴妃娘娘，你說莊妃暗地裡算計，她能成嗎？你看你成妃娘娘這個嬌怯怯的模樣，怎麼鬥得過他們姑侄倆？那可怎麼辦呢？你倒能幫上這個忙。等一有機會的時候啊，
給他們一點厲害看看，叫他們呀少痴心妄想。咱們成妃娘娘可不是好欺負的。嗯。请問一下，我要做铁打浆糊，这邊哪個爐灶可以用啊？你沒看我正忙着嗎？哪兒都行，自個兒瞧着辦。喜呀！听说庄妃娘娘有了身孕，皇上要添9阿哥了。也許是位格格呢。我們家娘娘說了，女孩貼心，她呀倒是想要個女孩。是嗎？我們家主子倒是希望8阿哥能有個小兄弟。是嗎？那些不明事理的人，整天說我們家主子霸占着皇上，真是瞎說八道。如今庄妃娘娘有了身孕，这不就是证據吗？可我就纳悶了，为什麼這皇上只想着临幸永福宮，沒聽說也去了別的宮吧？難不成皇上要臨幸哪一宮，還要跟你報備不成？哼，我可沒這麼大的權柄，只是算算日子，莊妃娘娘懷孕，正好是陳妃娘娘身子重，不能伺候皇上的時候吧。怕是有人趁虛而入，不曉得使出了什麼樣的渾身解數，勾引了皇上。慧哥，你可不要亂說，小心啊，反而害到你的主子。笑話，我怎麼能會害到我的主子呢？當然會了。比如說，當初的蘭格格怎麼搖身一變就變成了陳妃娘娘，至今還是個謎。幸虧啊，皇後懶得管，不然的話。真要追究起來，倒是要問問陳妃娘娘究竟使出了什麼渾身解數勾引了皇上。你胡說！好，算我胡說。我的水燒開了，不奉陪。你給我說清楚，你到底什麼意思？是誰挪動了我的砂鍋？哎，我說蘇沫兒，你怎麼不問一聲就把砂鍋端下來？我剛才明明問過你的，你讓我自己瞧着辦，說是哪個爐灶都行。你什麼時候問過我呀？我可什麼都沒聽見啊！蘇沫兒，你知道這砂鍋裡燉的是什麼？是給陳妃娘娘進補的8珍乳鴿。要御醫一再交代，不能離火，不能離火。一旦離火，藥效就全散了。左右不過是只鴿子，又不是鳳凰，大不了啊賠你。誤了陳妃娘娘進補，身子吃了虧，你賠得起嗎？只不過是耽誤了一會兒的功夫，值得你急成這樣嗎？又不是等着救命的仙丹。蘇沫兒，你竟敢詛咒陳妃娘娘！你聽好了，我可沒有詛咒誰。你要是存心找茬的話，有本事找主子說去，我可沒工夫跟你窮耗。蘇沫兒，你給我記住！什麼？蘇沫兒竟敢當着你的面詛咒我？那還有假？奴才跟他又沒仇，我何苦去冤枉他？這放肆的簡直是無法無天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個主子縱容了他們。奴才受他們的氣不止一次了，就為了怕主子您生氣，才一忍再忍。今兒要不是他們太過分，說什麼使出什麼渾身解數啊，又什麼暗地裡勾引皇上啊，最後還詛咒你，奴才也不至於忍無可忍來毀了主子你。妹妹，這可不是哭的事兒啊！你要快點拿出決斷來呀！算了算了，她是我的親妹妹，就算我欠她的吧。她愛說什麼，就隨她去吧。這怎麼行呢？你這麼尊貴的身份，難道就這麼白白的讓別人給欺負了去啊？可我又能怎麼樣呢？我又不像他們伶牙俐齒的，我連吵架都不會吵。
只可怜八阿哥，让别人说成这个样子，连他额娘都保护不了他。你说什么？八哥被人说了？说什么？我说妹妹啊，你既然不想追究，我又何必让你添气呢？不行，你一定要说。别人说我什么，我都可以不追究。可是，我拼死也要保護我的兒子。好，那我就告訴你吧。我在外面可是聽人家都說了，說八阿哥子以母寵，皇上做得太過分。八阿哥是人小福薄，怕折了他的壽。哼，也不知道是誰賤嘴薄舌的，也不怕下地獄。要是讓我查出是誰，我肯定跟他沒完。這在外面都已經傳遍了，你怎麼查呀你？說話的人一定是妒忌主子。你想，在這宮裡最妒忌主子的人可能是誰呢？人家呀，當着面都敢詛咒您了，背地裡還能不敢詛咒八阿哥嗎？金嬤嬤，我們走。奴才給宸妃娘娘請安。蘇木爾呢？叫她出來。怎麼了？奴才給宸妃娘娘請安，不知宸妃娘娘御駕光臨有何貴事？我們家主子想問你，是誰給你的膽兒，敢詛咒宸妃娘娘跟八阿哥？我哪裡有啊？你還不承認？你在小廚房是怎麼說的？娘娘先聽了他的話，我再怎麼解釋都沒用。就算是我做錯了事，這有組織責罰我，憑什麼不分青紅皂白的打我？當我主子好欺負的嗎？你娘娘，你聽聽，他竟然反咬一口，說你欺負他們家主子。好，我不怪宸妃娘娘，我只跟你這個挑撥是非的小人拼命。我，挑撥是非！慧哥，別打架呀！小蓮子，把他們扔開！快住手！皇後吉祥。怎麼倒成一鍋粥了呢？這像話嗎？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是蘇沫兒，這利嘴的丫頭，她竟敢出口傷人！娘娘一句話沒問，就賞了奴才一耳光。要說出口傷人，絕不是打奴才這兒起的。蘇沫兒，住口！丫頭犯錯，就算她主子護短不罰，那還有我呢，怎麼可以又罵人又打人的？首先，你做主子的就失了身份。蘇沫兒，你怎麼得罪了宸妃娘娘？回皇後的話，奴才不敢得罪宸妃娘娘。是慧哥，他指桑罵槐，說我的主子趁着宸妃娘娘身子重，就使出了渾身解數去勾引皇上。奴才氣不過，這才回了嘴。是嗎，慧哥？這麼說是真的了？誰允許你這麼無禮？這麼張狂，求皇後饒了奴才吧，奴才也是有口無心。不過後來蘇沫兒她……無心的都說成這樣，那要有心的還了得？今天非罰不可了。那你咒罵我，咒罵八阿哥，也是被逼的。回娘娘的話，奴才只是無意間挪動了您的補品，慧哥卻小題大做。我就說，值得你急成這樣嗎？又不是等着救命的仙丹。或許奴才是有些措辭不當，可是沒有絲毫惡意。至於詛咒八阿哥這款罪，恕奴才沒法領，因為奴才從無一言半語對八阿哥不敬。原來是這樣，宸妃，你指控蘇沫兒可有證據啊？沒有。我猜想，咒罵我兒子的肯定就是他。猜想？你就憑着猜想來興師問罪，是不是也太糊塗了？慧哥，你自己說該怎麼受罰？
姑姑，我有这样的猜想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听都不听，明摆着太偏心了嘛！一桩归一桩，慧哥自己犯的错啊，他自个儿都認錯了，難道還不該罰嗎？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面呢。你懲罰慧哥，就是跟我過不去。你說什麼？我跟你過不去？打狗要看在主人面，那你打蘇沫兒的時候，怎麼就忘記這句話了呢？姑姑請息怒。姐姐，你別生氣，該罰的是蘇沫兒。別在這兒假惺惺的。慧哥說的沒錯，自己做的事情，自己心裡清楚。陳妃，照你的意思，皇上是你一個人的，他偶爾臨幸別人也是不應該的，對嗎？我可沒這麼說，姑姑，你別硬往我頭上栽。你這是什麼態度？你別以為皇上寵着你，暗示要立八阿哥做皇太子，你就得意忘形，造起反來了你。造反也是你們逼的，同樣是侄女兒，你為什麼偏袒玉兒啊？原來鬧了半天，根本都是衝着我來的。姐姐，快賠個罪吧，你那些話多讓姑姑傷心啊！你生八阿哥的時候，姑姑2宿都沒有合過眼，坐在關雎宮裡頭，照顧得無微不至啊。那也不是為了疼我，是做給皇上看的。你說什麼？姑姑，我一向不太會說話的，不知怎麼的，我就請你原諒我。夠了，海蘭珠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撒嬌要撒野，找皇上去。從今以後，不准你再踏進永福宮來找茬兒。我明白，這後宮原本是你們的天下，我現在礙着你們了，我是無所謂的。與其讓你們當作眼中釘，我還不如自己識相。只求你們善待我的孩子。姑姑，你別氣急，沒事的。等等，慧哥，去進士房領20下手板子，從今以後再敢調三臥四，絕不輕饒。奴才遵命。起來吧。哥哥，對不起，奴才一時沉不住氣，惹得主子們爭吵生氣，請您責罰我吧。